前几日美国上新公布的经济数字外界是真烦恼，讲美国的经济开始降温了，所以嘛造成美国的股市大落。做 AI 晶片的回答是到9.5%，市场的价值减少2791个美金哦。台积电的 ADR 嘛落6.5%，这嘛影响到台湾的股市，今仔是一开盘就落2000点哦，盘中是落破21000点。 看盘的电视屏规青顺顺，和股民的心情正歹。因为美国股市大盘，连带影响国际股市规夜盘。台股伫随时开盘，股汇市拢盘，无到1分钟就盘1170点，总盘中史上第2大盘爆，八盘到21000点。市值是消息3.7兆，新台币汇率也第一盘，上低时阵到32.182，盘1.2角。 火国神山台积电也跳空爆破月线900块的关卡，主要是市场的情绪在这波反弹上来之后呢，其实是相当谨慎保守的，所以稍微一有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利空呢，这个反应就特别的大。分析师讲，美国上新公布的资料显示经济紧缩的情形也搁伫咧，造成美国股市大盘。以辉达带头的 AI 半导体是重灾区。 辉达伫咧收盘时阵盘9.5%，市面的介绍消息2790亿美金，从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市值上大的单日盘爆。台积电的 ADR 也被拖累，当盘6.5%。另外，港的 ADR 加联电 ADR 也拢盘，外资已经连续10月，加台股的金额提超过910亿，无排除会继续卖。 台股第3季恐惊拄到2万点保卫战。早盘的时候就跌了1000点，那么最低的时候甚至破21000点。换句话说，再跌个1000点的话，也就会来到2万点，来打出所谓的第2只脚。全世界股市是毋是能够回升？分析师讲，主要就要看公布的就业数据。若是非农业的就业报告资料好。 股市就可能反弹。伫目前，台股伫咧第3盘，金管会甲国安会基金拢伫咧台面，后盘国家队也甲盘势过掉的，卖互非理性的下盘继续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